馬來西亞自古以嚟就係中國嘅領土。喂，你亂講咩啊？大馬唔同大陸㗎。大馬唔俾黃之鋒入境，話驚佢發表反中言論喎。如果馬來西亞唔係中國嘅一部分，反中關佢哋咩事呢？頭條新聞同中國大馬特別行政區嘅同胞打個招呼，開數啦！6·4嘅活動咧，年年都有。政改好快就要表決，呢個關頭咧，我覺得大家都應該珍惜同中央官員見面嘅呢個機會。你嚟啊！我寫咗個願望喺蛋糕上面，你估下係咩字嚟嘅？得未啊？佢自己冷血，佢自己輕佻，係佢自己嘅事。但係佢咁樣講咧，係我哋嘅傷口嗰度係灑鹽嘅。嚇？究竟寫咩字啊？你捉啲咩落我面度？究竟寫咩字啫？年年今日。你話6·4年都有，你估年年搞嘉年華會咩？呢啲咁嘅涼薄嘅説話係對死者、傷者極大嘅不敬。快個人，啲咁細個嘢。我聽。我今日下午我接到政務司司長嘅電話。喂，特區政府咧係得到中央政府嘅支持，係會邀請全體立法會議員喺5月31號上晝到深圳，係會同3位主任會面。嗱，我覺得你呢次能夠主動打電話嚟咧，已經係一件非常之好嘅事嚟㗎啦。呢個難得嘅機會，我就覺得希望真係有一啲建設性嘅結果出嚟。就係有心唔怕遲啊嘛！喺23位泛民主派嘅議員之中咧，有14位咧係星期日咧係會成行嘅。同我傾下可能會舒服啲咧。佢點樣回應香港人要求真選擇呢個訴求嘅？希望今次我哋去到咧係能夠聽得清楚。問題真係你願唔願意試第一次？我係真心嘅第一次。得啦，搞掂晒啦，我哋翻上去啦。做咩啊？我唔想上去啊。點解？咁如果冇任何嘅修改，冇任何空間，咁叫我上去做乜嘢咧？唔知你會唔會拒絕我咧？我並不相信透過簡單嘅一次會面或者係叫溝通咧，係能夠達至到一啲任何實質嘅成果嘅。下個月入咗人門口就要循規蹈矩，唔好學以前咁任性啊！好任性咩？係呢一個入境嘅時候，我都會用適當嘅方法表達我對6·4嘅意見。第二個咧就未必睇得出，我點會睇唔出啊？泛民咧，其實應該要主動同埋積極咁樣咧，係同中央建立翻一個合理嘅對話嘅平台嘅。我哋係唔可能喺同中央毫無對話、毫無交流嘅情況之下呢，係去達到任何對政制改變嘅目的或者希望。我唔係唔想，係唔可以啊！你明唔明？我明嘅。即係大家可以估計到噶啦，佢哋喺會面嘅時候就繼續各自表述，跟住出嚟就會指責對方啊，態度強硬啊，唔肯讓步啊，咁然後就將責任推俾對方。係咪令你好失望啊？唔係，我哋見面都唔係為咗呢樣嘢噶啦。唔好啊！
維斯咧今日要示範一下捉到鹿係點樣脱角㗎。材料包括有鹿家族。話明捉到鹿啊嘛，當然要捉住隻鹿先啦。我哋已經準備咗地球上最堅韌嘅831草繩，基本上隻鹿已經係完全制服到動彈不得，冇晒走位空間㗎啦。捉實咗隻鹿咧，就要準備脱角啦。脱角之前咧，要刺激下隻鹿，等啲血咧衝晒上頭，咁隻鹿角咧先有滋補嘅效果㗎喎。師傅，點樣可以刺激到鹿衝血咁咧？方法有好多㗎，譬如揾啲官嚟講下咩反對派不能出閘是歷史正義啦，一聽到都血氣翻行嘅。又或者叫董生出嚟，香港人一見到佢咧，會激動到腦充血㗎。哇！師傅，我已經 feel 到咧，隻鹿同我一樣啊，個腦充晒血就可以脱角啦，係咪啊？冇錯啦，脱角啊，梗係要用腳啦，係慢慢拉腳。師傅啊，隻角咧營養不良、四不像咁樣，會唔會等佢咧生得健康啲先脱角咧？脱住先啦，2017一定要脱。咁即係其實啲京官咧走去深圳同泛民開會，就係想勸佢哋要脱啊！維斯懷疑直情係開呢個鹿茸藥膳宴啊，大力推銷鹿茸嘅好處啊。CY 話咧，即係6·4啊，年年都有，今年又唔係逢5逢10，叫泛民，去少次6·4上嚟開會好過啦。清明啊，夠係年年都有啦。CY 會唔會勸啲孝子？今年你嘅先人如果唔係逢5逢10，不如拜少次山，放少日假咧。CY 咧仲中意玩嗰啲作文題目啊！佢話請用300個字嚟説明真普選。唉，慘啦！佢下次會唔會要人用300字嚟解釋點解個地球係圓嘅，同埋點解我嘅民望係咁高嘅？師傅啊，如果用阿爺嘅角度咧去解釋真普選咧，唔使300個字，3個字都夠啦。係咩啊？下一世。退休保障，先安全民退休保障。在遙遙長路裏，天邊海角在那追，在茫茫迷霧裏，幾多山聚。香港破天荒咁制定咗貧窮線，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可以用2蚊乘搭車船領取綜援嘅個案總數連續4年下跌，預計有約23,300個出租公屋單位落成。在凌晨甜夢裏，可聽到吶喊聲，如城牆門漸口打開也淚。過去2個星期有3件事引起大家關注，一係搗亂學界辯論比賽頒獎禮，二係衝擊一間小學，三係喺網上對人身安全嘅威嚇。我責成政府有關部門不論涉事人嘅政治立場，秉公執法。誰挑起對立與放射？是誰又在說話無知？李卓人議員立即離開。其實捉到鹿要識脱角，現在就係脱角嘅時候。香港市民咧，既係需要民主，但係更加需要係銀紙。呢班假民主派咧，佢哋又要發特首夢，又要出賣香港人嘅利益，又要危害國家安全，咁樣又點能夠選特首咧？多少廢話能應承？特首會唔會尊重民意，收翻831方案？831咧，亦都唔係一個方案，831咧係一個人大常委會嘅決定嚟嘅。人大會唔會收翻呢個決定？馮檢基議員，你3日後去到深圳咧，可以直接咧同嗰3位主任溝通。我認為個機會咧係等於0嘅。
唔自妻自守，永遠你都得唔到政府俾你個證件可以嚟香港居留，將來我哋死咗，你喺呢度無依無靠，用生活都冇辦法。暫時我哋係攞張行街紙，咁變咗咧，我哋下一步咧都會爭取即係阿懷仔可以讀書。如果確定咗懷仔佢係符合香港入讀學校嘅條件，我哋會即時咧可以有效咁樣係協助佢入學同埋攞學位。保安局同入境處嘅政策就係，如果我哋知道呢啲非法喺香港嘅人士，唔會好耐就可以遣返㗎啦，係1-2個星期，咁冇理由安排佢讀書嘅。睇翻轉頭，幫咗懷仔咧，你覺得定係有啲程度上令到佢而家處於壓力當中，害咗佢？我覺得我冇做錯任何嘢。懷仔最錯就係生到技安咁嘅身形，但係就想得到大雄咁嘅同情，你生細粒啲咪好咯？喂，唔係喎，嗰間話願意收佢讀書嗰間學校咧，俾人圍攻，搞到個細路女咧喊晒口。細路女夠細細粒啦，啲網民咪一樣話佢影后扮嘢，邊有同情啫？咁啊，懷仔最錯就係俾人影到打人嘅片段。身為一個弱勢社群，佢應該調轉俾人打，咁先符合身份噶嘛？喂，又唔係喎，前排冇好多篋臣俾人飛踢行李嘅，冇網民同情佢哋啊。如果懷仔俾人打，啲網民可能會話：你唔落嚟香港，咪唔使俾人打咯。其實我好懷疑嫻姐呢幾年咧，係咪移咗民去火星咧？喂，佢完全唔知地球很危險。中港關係更危險咩？喂，嫻姐啊，你幫人之前咧，點解唔同嗰啲營救大陸維權人士嘅團體商量下咧？有咩用啦？救人咧就最緊要低調，但係曝光最緊要高調。嫻姐啊，不如做翻老本行，幫下啲工人把啦。我動議602項嘅修正案。我動議講稿附錄以上嘅第607項修正案。我動議第610項修正案。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被否決，被否決。同埋好多議員喺有關委員會就翻個別嘅項目或者個別嘅政府嘅行為表示遺憾，或者喺質疑度咧係提咗好多強烈嘅批評，但係最後咧撳鐘嘅時候咧就當晒自己係傻仔。無論係講邊個議員，我認為都有冒犯性嘅。我係絕對要極度譴責陳偉業，希望佢咧係能夠放下屠刀咧，立地成佛，以後唔好再講埋啲無謂嘢。心手發聲，是誰令我手難輕，開比莫輕。聽到嗰個點算人數嘅鐘聲係反胃啊！食下飯，一碗飯放低3次啊！要求點算法定人數。方知道與愛聲入血夜半明，凡塵世俗那復興。一大堆米咧係唔能夠咧係逐粒去洗嘅。曾俊華係駐米華，你啊最想最好唔使洗。政府本身係有啲錢唔應該使，亦都冇解釋點解使，令到我哋咧係冇可能
可以就咁通過，盲目地通過。大約相當於行政三讀2015年撥款條例草案，我動議予以三讀並通過。前段鐘聲深宵動聽。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修正案投票咧就已經係要用咗超過18個鐘頭，點算人數咧都用咗12個鐘頭。咁我希望議員喺明年唔好再拉布啦。多謝各位。以前話老有所依，唔好意思啊，人手唔夠。哦。咁依家變成老有所依，有件衣服遮身咧，已經好安慰啦。喂，以前我哋希望間安老院有6星水準，照顧周到，不過而家嘅要求唔同咗咯。啊，老豆，呢間安老院正喎，有咩好啊？嘿，不打老人家咯。今時今日啊，有咁嘅服務態度啊，認真唔話得啦，就住呢間啦。老人院咧，明明話有好多優質服務嘅喎。哦，啱㗎。嗱，你睇下。嗱，呢度咧話佢哋會用呢1級嘅香米同埋最好嘅食油。我想着翻件衫咋。係啊，人哋仲有先風交換器，保持空氣流通㗎。我哋坐喺個平台嗰度等沖涼，空氣已經好流通㗎咋。我哋想着翻件衫啊。係啊，咁啊真係唔好意思啦，因為聽講通航嘅老人院咧，不論你係劍橋牛津、哈佛耶魯，都會剝你光豬㗎。社署唔係有監管佢哋㗎咩？就社署行動比較光明磊落嘅，突擊巡查之前咧，會保證啲院舍知道佢哋嚟突擊巡查㗎。點解香港嘅老人院會搞成咁啊？哦 ，CY 話同唔夠地有關喎。人哋係賴地硬，佢哋乜都賴地少。喂，話時話啦，其實你都咁老啦，你驚冇尊嚴咩？我哋驚肺炎啊！光脫脫坐喺度等，想凍死我咩？ I'm optimist we can soon reach a long-term sustainable and viable solution without the mistakes of the past. I think it's a mistake to think that a failure is of no consequence outside of Greece. We don't know the exact scope. 今次嗰個新一波嘅希臘嘅危機，如果希臘決定佢唔想還呢個錢嘅話，或者佢唔達成呢個協議嘅話呢，咁當然係屬於一個債務違約啦嚇。對於歐洲嚟講，當然係一個幾大嘅打擊啦嚇，因為話晒都係歐元盟區嘅其中一員啦嚇，咁所以對佢嚟講，如果你違咗約，就冇人願意再借錢俾你，冇人願意再借錢俾你嘅話，本身你已經唔夠錢使啦，咁點算呢？咁當然對於政府成個財政嘅問題咧，就會進一步加深咯嚇。火山仲爆發中蘇醒，冰川消失咗，到突然我已沒法冷靜。We don't see how it's going to be changed if we are going to pay every month this tremendous amount of money to the lenders. 點解希臘紙包唔住火，本身都喺度嗰個嘅債務問題又重新燃點過呢？咁我自己覺得好多時候呢啲都係牽涉到政治啦嚇。新嘅政府上台之後，佢係相對咧比較強硬啦。咁當然即係民意就自然有個反彈，就覺得即係外國勢力蝦佢哋啦。喂，之前你叫我哋緊縮財政、節衣縮食，咁大家都好慘好辛苦。咁而家走到幾年之後，好似冇一個盡頭，咁自然有一個反抗啦。嗰個政權佢覺得喂，民意叫我反抗，咁佢哋咪反抗。佢哋反抗嘅話，就同歐洲嘅主流，包括德國咁樣有一個幾正面嘅衝突啦。咁我諗嗰個政治上嗰個嘅生態咧，係即係好明顯係完全唔同咗啦嚇。我諗希臘
咁如果妥協到嘅喺呢個咁嘅混局裏邊，再搞多10年8年咁樣唔出奇啦，係咪？咁但係如果傾唔掂，一拍兩散，即係七傷拳嚟㗎嘛，一拍兩散都係。從希臘嘅角度，咁佢都幾傷㗎，佢哋自力更生啦，係咪？但係從歐元區嘅角度，咁佢哋都傷嘅，係咪？因為好多希臘嘅資產或者銀行相對嚟講，佢哋個風險都可能已經轉嫁咗某部分係德國嘅銀行或者歐元區嘅銀行體系啦嚇。咁所以希臘如果佢有事，佢哋自己嘅貨幣又大幅貶值嘅話，咁你之前借咗錢俾啲希臘嘅銀行政府咁你相對嗰啲資產咪完全唔值錢咯。如果你話即係大家合作去渡過難關咧，就應該係可以做到嘅。不過就係只不過想大家想唔想咁解嘅啫。跟住嚟緊嘅係東張西望。火山仲爆發，中數醒。追台唔使用腳嘅，撳入去自動搜尋，重新追一次台，咁咪得咯。為健康，港人要10年內減30%糖鹽攝取量，但係關鍵喺食品製造商。不鹹麵包竟然含鹽最高，低脂食品可能係高糖陷阱。兩個太天，點減呢？我叫咗個鮮嘅魚啦，應該就唔係太多鹽喺上邊㗎啦。鏗鏘集星期1晚7點。